四事件22週年，支聯會晚上喺維園舉行燭光晚會，啱啱結束。大會話有15萬人參加，警方就話最高峰嘅時候有77000人。一點點燭光傳遍維園。全世界第一次見唔到佢親自出席，但仍然見到佢生前錄低嘅片段。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口述6·4事件嘅片段揭開序幕，佢鼓勵民眾爭取平反6·4，要有堅忍嘅精神。我哋唔好幻想好快就達到目標，因為中共係全世界最強大嘅獨裁嘅政權。我哋面對一個咁樣嘅政權咧，我哋必須有一種堅韌嘅精神、奮鬥嘅決心做落去。喺哀樂江河水伴奏下，支聯會常委同多個年輕人代表獻上花圈，又點燃火炬，代表要將平反6·4嘅精神薪火相傳落去。今年6·4燭光晚會主題就係平反6·4，建設民主，呼籲關注中國民主人權嘅人士繼續爭取平反6·4。而今年亦都係辛亥革命100週年，促請年輕人參與促進中國民主運動。大會亦都播出今年一直未能夠露面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嘅錄音。每年都有那麼多的同胞扶老攜幼前來參加燭光晚會，緬懷60英里，此情此景，足以感千里，情為深。這份情，這份意，會讓我們永遠銘記在心，必將激勵我們永不放棄。佢又勸勉香港人更加努力，喺爭取民主上做得更好、更多，以告慰司徒華。接棒嘅李卓人就話：中國冇民主，香港難以獨善其身。喺一黨專政之下，我哋活喺一國兩制嘅香港，亦都唔應存有任何幻想。中國冇自由，冇民主，香港亦都難有真普選。我哋嘅自由亦都係同樣受到威脅。特區政府喺中央指令下，將鋪天蓋地咁推出國民教育，要我哋下一代接受以黨代國嘅偽國民教育，被洗腦成為愛獨裁嘅新一代。未來將會係記憶與遺忘、真相與空白、專制與民主嘅抗爭。平反6·4，平反6·4，革命尚未成功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建設民主，建設民主，同志仍需努力。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報道。